谣语，口很都不挪，心像火一样烧。口很都不像火焚挪，就写的挪也行，那个读音写，它就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一样的意思的挪。呀，走这一年蹦，也走这一年蹦，姑娘，也连买连这，我认真，唉。可还苦很，你买多啊，认不得啊，认不得啊，你买多啊，你买多啊，就写的啊，认不得啊，还是啊，就是发音的啊。认不得啊，认不得啊。口很都不挪，心像火，不挪，不是焚烧，挪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心像火烧，要走这一年蹦，走就是方言词，走字。比如说把一个水管那里走到就是方言，蹦就是骨是骨头呢，总是我的骨头，骨肉个里就是里面的意思，骨肉个里，这个个，这个前面一个骨是个个字，你看这个骨。个字的反点字是这个字，对吧？这个字的发音是不是固呢？发音在固这个位置，它现在简写为这个字，对，它读个。按说这个应该读固，所以说汉语呢，它发音有点问题，对吧？有点问题。也能这，我忍着。忍着，发现他说我忍到你。但是他过了1-2000年前，古代是一种语言。我忍着，海口海是感，这个是感觉，口海很苦，就是感觉很苦。你买多熬，忍不得。熬就是乐的意思啊，认不得了，认不得熬，连买都熬，认不得了。口很都不挪，要走这一年蹦姑娘，也连这还口还连买都熬。还有很简单的，它里头是有方言词，它关键点是方言词。那你们都搞不清楚了，我不会呀，因为他不会方言，他不会，他这个语言没有意义。他说什么广东话呀，什么爱族话呀，他说他们是古汉语呢，他们是不是古汉语还成问题，那还不一定呢。谣语它是古代语言，它所以不保护，因为谣语它属于这个楚国语，它是文字是汉字，